大家好，唔少觀眾都有一個疑惑，就係唔係好肯定自己嘅 Gemini 應該用邊個計劃，或者究竟值唔值得升級。今日我幫大家整理咗一份深入淺出嘅完整介紹，我會由免費版開始，一路講到最高級嘅 Ultra，幫你分析每一個計劃究竟啱唔啱你。咁同埋，如果你係免費用戶，有啲咩嘢方法可以發揮 Gemini 到最大價值啦。今日幫大家全面分析，唔會再有選擇困難。第一個問題就係，到底有邊個計劃可以揀？Google 係2026年正式向香港用戶開放 Gemini 嘅訂閱，總共分咗4個層級，分別係免費版、AI Plus、AI Pro 同埋 AI Ultra。佢哋嘅月費咧就分別由免費去到38蚊同埋158蚊，仲有2個 Ultra 級別啦，一個係799蚊，一個係1588蚊。Gemini 免費版俾你用嘅模型啦，其實同付費用戶係完全一樣噶，你一樣可以用到 Gemini 3 Flash Lite、3 Flash，仲有最勁嘅3 Pro 模型啊，但係用量配額咧就差好遠嘅。免費版每日可以問大約30次 Pro 模型嘅問題，同埋因為佢嘅上下文窗口只有32,000 tokens，係乜嘢概念呢？大約係24,000隻字，或者大約等於一本50頁嘅 PDF。如果你係要處理一本書或者一份好長嘅研究報告，32,000 tokens 係唔夠用嘅。你最多係可以分段輸入，但係就會喪失晒啲跨段落嘅上下文關聯。除此之外咧，免費版係用唔到 Deep Research 嘅呢個功能嚟做深度資訊搜尋同埋分析嘅。AI Plus 咧係最入門嘅付費計劃啦。咁月費38蚊啦。咁升級之後咧，你會發現咧好大分別嘅。咁首先咧，佢個容量配額咧會直接 double，你每日可以用大約60到100次 Pro 模型嘅提問咧，係免費版嘅2倍到3倍。同埋佢嘅上下文窗口會升到128000 tokens，大約係96,000隻字啦，或者係等於一本200頁嘅 PDF。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跳升嘅，因為你可以一次過塞入去嘅資料多咗好多。例如你可以一次過分析一份完整嘅財務報告啊，或者同時處理成個項目嘅文件，唔需要分開幾次嚟問。咁另外，你仲可以用到 Deep Research 嘅有限存取啦，即係話你可以叫 Gemini 幫你做一個專題研究啦，但係配額係有限嘅。個創意生成方面亦都升級咗啦，圖片生成除咗 Nano Banana 2之外咧，仲可以用 Nano Banana Pro， 呢個係一個更強嘅圖片生成模型啦。另外，影片生成Veo 開始可以用到，但係只係 Omni Flash 版本，不過配額都係好孤寒啦。一日都係1至2條片到啦。雲端儲存咧由15G 升到200G，呢個其實係一個幾實用嘅升級。尤其如果你係有用開 Google Photos 或者 Google Drive。最後要留意嘅係所有付費計劃都支援家庭共享啦，最多可以加5個人啦。AI Pro 月費158蚊，佢嘅升級唔係線性，而係另一個維度級別嘅功能解鎖。最誇張嘅係佢個上下文窗口由 Plus 嘅128000 tokens 直接跳到100萬 tokens， 即係讀到幾多字數啦？大約係75萬隻字，或者等於一本1500頁嘅 PDF。呢個數字係非常誇張嘅，你可以一次過放晒成本書入去問佢問題，或者一次過分析埋成個程式碼庫，甚至係成個年份嘅客戶資料。呢個就係 Plus 同 Pro 之間最大嘅差距。如果你係做研究、做分析、做長文件工作嘅，100萬 tokens 係改變咗成個遊戲規則。咁用量配額方面亦都加碼嘅。每日大約有300次 Pro 模型提問，同埋大約90次 Thinking 模式提問。Thinking 嘅模式係一個幾好用嘅功能，你可以叫佢慢慢思考複雜問題，佢會喺背後做多步推理，答案嘅質量會高好多。如果大家即係需要做到文書處理 Google Workspace 應用程式嘅深度整合，喺呢度正式出現啦，係 AI Plus。佢主要係可以校對 Gmail， 但係升到 AI Pro 之後，你可以喺 Google Docs 度用 Gemini 幫你撰寫同埋修飾文章，喺 Sheets 度叫佢幫你建立圖表同埋做分析，喺 Drive 度幫你分析同埋摘要文件。呢啲全部係 AI Pro 先有嘅功能，Plus 係冇嘅。
仲有咧，Notebook LM 嘅用量亦都大幅提升嘅啦。Notebook LM 係一個幾好用嘅工具嚟，你可以上傳一啲 PDF 文章連結啦，佢會幫你建立一個互動式嘅學習空間。呢個對於研究人員咧、學生做 content creation 嘅人嚟講咧，係非常之實用。咁啊，之前咧我都有介紹過 Notebook LM 嘅功能啦。佢係一個絕佳嘅學習神器啦，咁有興趣可以睇翻啦。同時咧，Google Flow 嘅 credits 咧開始有比較多嘅配額，你可以喺 Flow 度咧做一啲比較進階嘅 AI 工作流啦。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強大嘅內容創作功能啦。稍後都會製作影片同大家分享嘅。不過大家要留意。YouTube Premium Live 福利咧，雖然係 Pro 用戶先有嘅，咁但係如果大家係設置咗香港地區賬戶咧，呢個功能咧目前就未能夠享用。其實如果大家想慳錢嘅話，可以揾到幾個人去用埋 Pro 家庭計劃，除翻開都係30蚊度，而你可以獲得一個完整嘅 Gemini 體驗，係性價比最高。當中每個用戶嘅資料，大家係唔會互相見到，所以就唔需要擔心私隱嘅問題。至於最貴嘅 AI Ultra 799蚊同埋1588蚊，咁大家聽下長下知識就算啦。佢係專為頂級開發者或者企業而設，最勁係有獨家嘅 DeepSync 推理模式同 4K 影片生成啦。一般人用唔着，我哋可以直接跳過。下邊我幫大家分析嘅一啲信號啦。如果遇到以下嘅情況，就代表你要考慮下升級。如果你發現自己日日都配額不足，每日用完30次配額就要停手，嚴重打斷工作進度就要考慮升級。又或者當你嘅工作需要處理長文件，但係你發現 AI 經常失憶或者牛頭唔搭馬嘴，你分析唔到 PDF 裏邊嘅關聯資訊咧，呢個代表免費版上下文唔夠用啊，需要 Plus 或者以上嘅先幫到手啊。如果平時要做深度資料搜集，咁免費版就即係更加難應付，因為佢冇 Deep Research 深度研究功能啦。如果你係做市場分析或者學術研究咧，呢個功能會幫你慳翻大半時間。行內創意工作者如果需要高質量嘅 Nano Banana Pro 圖片生成或者video 影片生成咧，呢啲都係 Plus 或以上先可以用到。至於升級定係唔升級，我可以俾我嘅一個準則俾大家參考一下。香港嘅最低工資係43蚊一個鐘。如果佢一個月係可以幫你慳到一個鐘嘅時間，你係應該要升級。你除咗個人版之外咧，好多香港創業者同 freelancer 咧都有一個疑惑咧，究竟係買個人版 AI Pro 咧，定係買 Google Workspace 企業版好咧？企業版可以用到公司域名、email 同埋團隊協作管理。Gemini 已經直接內建係 Workspace 裏邊咧，唔使再另外架構。Workspace 主要有幾個計劃啦，最入門嘅係 Business Starter，咁年費計翻大約55蚊一個月啦。咁雖然有公司 email 咧，但係每人得30G 儲存空間，而且 Gemini 功能咧會受到限制。如果想要高性價比， Business Standard 咧絕對係首選。除咗解鎖完整嘅 Gemini 辦公功能，儲存空間仲會大幅提升到每人2TB，仲支援150人 Meet 會議兼錄影。咁啊，至於有龐大數據需求嘅團隊咧，就可以考慮172蚊一個月嘅 Business Plus， 空間直接加碼到每人5TB，Meet 視像會議仲支援高達500人。我自己本身都係用緊 Standard 呢個計劃啦，用嚟做內容創作，再加埋處理我本身自己公司嘅營運文件，功能足夠齊全咧，我認為係所有計劃當中性價比最高啦。如果你想將呢38蚊發揮到最大價值，有幾個係技術層面嘅方法係值得你知道嘅。關於上下文控制嘅技巧 ，Plus 版本俾你12萬 tokens， 咁啊聽落好似好多啦，但係做長文件分析或者複雜 code review 咧，好快就會燒完啦。大家可以用以下幾個實用技巧啦，你可以試下分塊處理。與其一次過俾晒成份文件 Gemini， 不如拆成幾個章節分開問啦。每次只問一個範疇就可以避免撞到 token 上限，答案亦都更加準確。
另外，亦都係要學識啦，預先摘要啦，先叫 Gemini 幫長文件做個要點總結，再基於呢一份摘要做深入分析。平時唔需要太複雜推理嘅工作啦，盡量用速度最快啦，最慳 token 嘅 flashlight 模型啦，將 Pro 模型嘅寶貴配額留翻俾真正需要深度推理嘅複雜任務啦。我哋總結一下點揀。如果你淨係偶爾查下資料、寫下 email 呢，免費版已經好夠做。如果每日都用，但係主要處理短任務，38蚊嘅 AI Plus 就係最抵嘅入門選擇。咁至於要處理長文件啊、做研究或者做 content creator 啦，158蚊嘅 AI Pro 呢，絕對係首選，功能比 Plus 提升咗好幾個層次。如果有專業開發或者大量創意生成需求呢，就考慮 AI Ultra 啊。最後，如果你係一人公司或者自由工作者，想提升專業形象同開會效率 ，Workspace Business Standard 絕對係你嘅首選。希望呢份資料可以幫到你係月底或者下個月決定係咪要升級嘅時候，有一個更清晰嘅方向。如果你身邊有朋友都係 Gemini 免費用緊嘅，不妨 share 呢個介紹俾佢睇。如果覺得今集就幫到你，記得訂閱 DMP 深度學習，俾個讚支持下。下次見。